係咯。你鸟要上去再下來，奇怪。嗯。有冇呢啲？有時問題啦，冇分別呢啲咪裝啊，冇要貨都咪逛咯。我呢？主要呢啲藥廠啦嘛。換技能。將人有嘅氣，將人沒招氣，有殺啲嘅分號啊！嗰啲有殺啲嘅分號，你使將人沒招嘅，所以將沒招會奇怪喎，係咪啊？咁好重咯，嗰時咩咧？咪咯，嗰時咩咧？我比較做自己嘅就係關任啦，即係知識嘅成人家老闆嚟講嚟講，跟住講嚟講，嚟。做手我好嘅分享，我屋企有我真係會呢度食，我真係會食嘅，就係我哋真嘅藝術設備有。有未轉呢？吴东的那個吧。东哥現在名多少？哦，唐廷，專打唐廷，操！專打唐廷，操！随便啦，送分，拿去。
哟，萨斯盖是拿什么武器啊？怎么没有拿？没有看到空手。哦，那个海盗的。对，快回家了吗？有看到飘在前面。回家啦！你那个打扮得很耐啦。你而家快點啦！没死。下個這種退退休啊！啊咪人想炒冇辦法嘅。小山丘。你搞咩啊？你在打那种话，你看也没得。我写6000啊，刚才不是被秒。三只同步。没有。我靠，今天还没有人打到10胜怎样？前個做社一啲大陸我咪有冇乜落衝嘅，中意呢就本身係人生同人生同同咧，佢比較想嘅。哎呀，不說那有人用就實在有我。我咁將一病裝你根本先嘛啦，一病裝而家係咧就。那個就是給下寶，就不是說好燒下面嗎？有我本來人啲話就咩嘅事嘛，但係佢哋下個攤上係咪？好嘞。你中意嘅面身嘅面，唔識。喂，佢知唔知？啱日下笑喎，啱日下笑，啱啲別生嘅做嘅運動先冇人要笑唔啊！哦，我们没連勝。而家咪見到係最基本嘅啦，咪笑佢喺度。練啦，江越很快啊。做飯嚟到先冇。我雅欣6100耶。
那个老婆没他秒个很大啦，屁呀！我是因为没有把血洗下来，自己有200多哎。打小明，没有，因为你可以做全部老妈很了，专打小明，干，我给你们的，哎干你没死啊！操，他没死，雷包，雷包哎，然后你看连胜就有了。佢哋買老師門啊，啲叫師來門啊，手就到咯，我講嘅。mà cái muốn mười chỉ giúp bên bên trong cái bọn này thâu phết qua đâu mày nó rồi cái món mặn này nào xí sao phải tàu lá này rồi nó chưa tao bao nhiêu cái xe này tao hay rồi chị tôi nhắc em bộ nó tao mặt này để đi mà cái số nhìn lên một bên đó mà cái số nhìn lên cái pha mặt nhà đó mà 我在飞心啊， cái pha gọi nhà nó nhìn nhất mới chuẩn cái pha gọi nhà 北极熊妹，水包你没有啥用。啊，你他妈到底来穿你妈呀？ai nhìn nó y đi thật đó mà cũng là y đi thật mà đậu mùa chứ đậu mùa chứ đậu với hồ sức sạch đậu với hồ sức để sáng nhưng mà tay chịu mất ra đây mình ngang ngang à 来了，哎，一样都是辅，全火， thọ này này các bé thấy cũng nhiều rồi cái xích kéo lên có 这只也10连胜了，một cái đấy vẫn có thể mất rồi vô đây là con lấy sự kiện nó liền bằng lên như này say quyết thủ say sự kiện ý là chúng ta lên mà say cái đó đấy ta giả kiến ra được một lần sao mà sẽ nhất ha tôi thì chủ nhất chọn ra thì 在口，mấy tôi thì chủ nhất chọn ra
去新年白天。mình thấy nó tiên tiên cho nên thằng siêu luôn thôi dạng được hả cái là dạng như là chỉ bút bên những khoa này nhiều cũng coi nhiều như dạng thôi có dạng như là chỉ bút đấy lo cái gì thật cái ăn cho què cho các cô nhân vụ ừ. 找死！找死！我还有雅欣可以秒他。咁啊，係啊，佢而家係精啊嘛，我但唔豆豆精就當然啦。随便打。Tama na kayo po ato na mo na kanina na. Ay mo kita check niya na niya kay kita to sumti. Chỗ này xịt mà tao lấy bộ tập thiên nhiên là ngày muốn lấy ở thiên nhiên này. Lấy là để kiểu như mà cái đó thì không chỉ哦，好嘞。
一些大轉頭會有只需電秒打造綠物發亮，啥是嘅？拉一下個頭嘅一成。又來哈利了。有你杯少嘅買落，咩啊？結婚住嘅，住個巴士啦。揾到需要水成。沙西米。歡迎收睇我嘅錄影，由我譚志華帶大家遊世界。德國柏林舉行一年一度嘅綠色週農產品展，展出德國同鄰近國家嘅優質農農業產品。熱情嘅能友歡迎觀眾入場，喺100年開始舉辦嘅綠色週產品展，密集各國嘅頂級食材，展示不同嘅飲食文化。夜晚平時飲慣啤酒嘅德國人即係飲住非當然陳藝一齊喜歡飲食。農牧業嘅新收成科技係展覽會嘅一個特別嘅有公特，24小時售賣鮮花，半夜上頭不睇住即時睇到玫瑰，係一個機專門嚟到用觀察商賣一啲黑膠小消息，有咗呢種無打機之後，我見到變咗一個隨時加上產品出嚟咗成日頭亦都可以做呢種德國風土嘅會咁係用隨時嚟嘅會為服務大我打碎咯，藏土。係一種精細嘅手藝，一年都地球上升，手震上前盡快。現位係德國福利亞州嘅主，負責推廣當地出產嘅糖。佢哋話翻人一作最緊要係消滅好甜強甜。我靠！佢有福點咬，佢各種歐洲牛羊，全部都係最優良嘅種，其中最珍貴嘅係原產德國嘅國石牛羊。漂亮，它會復活啊！靠北啊！佢哋嘅毛即成嘅垃圾係有錢亦都未必買得到嘅稀有食品。有個屁啊！咩意思啊？練死了！以為萬事家族後院嘅武術家定展示傳統武士刀法，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就是怕他再放一次啊！嘅呢一間博物館以武士刀法做主題，展示咗跨越700年同時代嘅武士盔甲同武器。沒死，那就換他死。啊！日本傳統武士道精神核心價值包括忠義禮克己同榮譽等等。有遊客認為日本武士道精神對現今世界呢見不到。武士家族後裔就先去描水的吧。正一點一滴滴消失。希望呢一間博物館能夠令武士道精神得以傳承擴大。你他媽的！
西班牙有世界頂級嘅足球隊同我感受。你他媽的！雙葉操之類嘅活動咧，呢種喺鐵中進行嘅運動名為板式網球，係結合網球、壁球、田徑嘅新潮嘅運動。有一個墨西哥嘅人喺1969年小説帶出嚟嘅家並唔係墨西哥，而係大西洋死亡嘅西班牙。喺1974年，一位西班牙人到墨西哥旅行，夢想做呢一種娛樂性十足嘅新興運動，於是將佢引進西班牙，並且舉辦比賽，吸引到越嚟越多人參加。時至今日，白狼高他媽要放那個，至於足球嘅第二大球類運動，全國有2萬個板式網球場，成日玩板式網球嘅人多達600萬。喺全球範圍內，有超過1億3000萬人參與呢一項運動，遍佈130幾個國家。喺職業排名中，西班牙佔領先地位。世界排名前10名嘅男選手有7位係西班牙人。板式網球會強化反應網球，地面都有牆壁，唔需要成日執波，令節奏更加緊湊。佢具備網球嘅緊張刺激，但又唔好打網球咁辛苦。體能嘅要求比較低，男女老弱都會參加，而且球場面積比網球場細，建築成本唔高，低下階層社區都可以擁有板式網球場。另一項為地變地成為中小階層嘅全民運動。他沒有水系靠背啊，跑沒跑贏？大家講到呢度啦，拜拜。等先，都再啦，當要選得本其實嘅全都直播，有我哋嚟關注中心嘅表示，想幫我哋嘅唔足是魅力，呢份係 TV 出現，其實好低分專區。但都話你知自己過年嘅心啦，我笑皇帝係都見得到啲，所以今次要食長壽，又聽新字詞，2031要見長壽身體，年住壽身，就梗係壽草鮑魚麵，賀年禮啊嘛，鮮味大良嘅鮑魚，一份完整嘅鮑魚，又有鮑魚又有麵，輕面我知道位有心意，又體面就好。有個同話呢個當時阿雲達用的神阿雲達 space 來環生活於實物，專業技術，直施工作，力出有效防住急手，由新鮮華熱化工房出事實嘅新型化。跑不贏他，混亂啊混亂啊！你就混混看啊，不然你也會死啊！他土牆欸。沒土牆了，沒土牆了，哎，還有土牆，看。哇，好難玩啊！單體吧，靠北單體吧。哦，你的那只不是有？中了，哎，幹還沒中，操！對啊，不能秒瘋的。對。最大嘅先例14天講1個星期，有個相關團體嘅復甦，一邊相視門推，咁樣嘅調查新明話，呢一段時間並冇睇出任何嘅。至於本地嘅其他個刑事車事件，同埋電視台嘅查查。
巴士乘客強制佩戴安全帶嘅措施喺1月25號開始生效，嚟到1個星期，因為相關條文有不足，要變相暫緩推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話：期間嘅執法主要以宣傳教育為主。靠沒事啊！咁我哋真係以一個宣傳教育，希望大家所講嘅市民可以喺呢方面有一個安全法咧，係可以成都證明保障大家安全，特別喺道路安全咧，永遠都暴擊了，他還沒死。即係呢個咧，會話因為咁樣一個法例咧未能夠實施咧，我哋就覺得哎呀嘥咗我哋呢啲。立法會議員陳家富日前喺灣仔逆線停車，周日明話港島區交通部仍然喺度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會作出檢控。周日明被問到大埔宏苑幾時可以解封，佢話相關工作仍然未完成。有啲嘅查假咧，我們現在幾歲？係本身個係真係已經呢個其他人29，29，看什麼？其他人咁變咗咧，呢度咧都要少時間，只有下啲地方先可以咧，因為安全咁樣咧係測試。咁我哋暫時咧都仲要啲時間去評估，究竟要幾耐時間？周一鳴話：針對圍標嘅問題，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一直都有長期工作，呼籲市民如果發覺有可能圍標嘅情況，可以警方聯絡。無線電視記者會立報道。他洗到存期啊！安中聯下個月嘅25號發表份財政預算案，佢話受惠於股票印花稅升王德發就可以提早盈餘，但係仍然需要大支持基建發展，加上地緣政治複雜，向標政府今個財政年度頭9個月錄得超過4億啲盈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受惠於防禦。預估股票印花稅大增1000億，令到經營帳目可以提早恢復盈餘。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正係進行公眾諮詢。陳茂波話：俾大部分階層有需要寬免嘅訴求，但政府亦都需要兼顧多方面。有幾個前去做，其實嘅時候咧。天鵝1萬，林老師的。都要個基建提速咁所以咧就喺嗰個前帳嗰度嘅飛機嚟講，我哋都係要發一啲債嘅嚟到支持，亦都要考慮預報一定嘅補償，即係話有一定嘅補充喺度，因為而家個地緣政治好複雜。必是去你妹的！股市反映海外投資者對港元信心，但餐飲零售等行業有相當嘅壓力。繼續協助要識轉型，都會研究延長活動舉辦時間，同埋用更多選址做到。熱我雅欣啊！至於公務員應唔應該繼續動身，都話留意到社會有意見會綜合評論。我答。看你啊，看你啊！我雅欣單體天鵝啊，把下面2隻秒掉啊！應該重新諗，需要動身嘅。咁所以總體嚟講咧，有好多建議，我哋需要。佢又話唔少政府資助機構以至私人企業都會參考公務員薪酬調整，影響好闊，要謹慎處理。他應該跑不贏我雅欣的。中國總書記想。請造勢，政府亦都調研政策工作好定。靠，他防禦太狗了吧！去你妹的防禦幹！太不要臉。
随便打。还是有伤害啊，挡90%啊，阿射8000，也只能挡7200而已啊，还是有800的伤害啊。我自己射大概也有700-800伤害啊。他们穿防弹衣的话，火系伤害啊，有挡啊，那等于是他实际打你更高啊，实际打你至少2-3万啊。英國首相司紀賢提出中國近期主動所以他实际射你至少3万啊。对啊。英挺。cultural knowledge of music, sport, sensitivity. That just this result relationship are good times. 司紀賢訪華4日期間，先後到訪京同上海，期間中兩個最重要嘅機會，即使同美國有美國都需要同中國交易，先達到個利益。中國有司紀賢同國際只見中英兩國出往面先後。星期六結束訪華之後，司紀賢就轉到日本，一選任以嚟人次之一。亦係2023年以嚟最有機會選到訪，同4日選嘅國神到。黑龍他們30連勝，他們沒有被斷，他們一直在斷別人。司紀賢同人結束訪問離開日本，據報英日兩國將確認喺防務、經濟安全等領域展開合作。記者報道。聯合國宣傳部分獅子是保持美國嘅社會福祉冇被影響，命令處理小危機處理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行聯合國所有194個成員國，話由於部分成員方面回避，需要按規定將未使用嘅賠償資金退交俾成員國。聯合國面臨即將到來嘅財政崩潰，若超支持續資金而能喺新嘅部分。將影響其活動嘅正常運作。舊年共有150。我們被斷了3次。但已經被拖欠嘅賠償額，每年高達1000萬美元，涉及超過120億美元，加上1倍。特雷斯話，聯合國需要將未使用嘅賠償資金對俾成員國規定，導致聯合國需要計劃全體嘅資金。喺今個月，聯合國就宣布退薪1400萬美元。涉及超過17億港元未收到嘅款項，喺信中無念嘅任何國家，都要避免聯合國財政崩潰。因為他們也被斷。我知搞到一直收定嘅規定。聯合國經數字監令成國強制性單規模按比例不分嘅會費，當中美國佔2成，中國佔2成。聯合國舊年10日感謝通過2025年會費，據報美國未交2025年嘅會費，拖欠超過21億美元嘅經常性超過24億美元嘅維護行動費用。美國總統特朗普舊年800公你他媽每次都是我被封。
機構喺聯合國未能支持美國主導嘅和平工作，更成立被指同聯合國打擂台嘅和平委員會。喺隨前達沃斯啟動和平委員會時話，委員會會同成電視記者。即係有幾篇先食。家個人就可能會有哇！驚奇！阿沙打開時間之門，全乜事都冇人出嚟。呢個唔想劇場先。呢日係俾錢出街。依家人推改變，人會推錯。一個意我話呢個你都叫唔使先，先叫佢大，即係同我哋傾下。嚟到結群中，風號萬重，看让他防御，操！先響，先能力，食實就，一聲聲號撐住聲音。emo 百十中極智慧，有望天射見準北京唐安公有波形炮倒出粉，同人唐安公有國。點是夠出色，就係想成咁。哇，好英文。喵，想成出色，新競技事。分身，你大嘅，你令我與人就高興計面可以分成三份，基本上你屋企一個角色嘅需要，一份俾你，佢亦都話角色咁啱。超痛的。輕鬆多過被需要，又或者上去結婚所以我一分過俾你，我要合得成功嘅分身做食手動看没死。超開影子，是千萬歡笑。有時需要詮釋。热一只去那个了，社工前，日間以及住宿參考。热毒咒啊，放魔法。平時24小時，即千轉車183，小心聆聽。35胜他们。因為衛生局局長鄧炳華發袁先生其實條例嚟嘅，因為4招委會投訴經濟會程还有15分钟。不好说啊。你们这次要冰多少？我们这礼拜被打比较多场啊，被耗这么多场。你看光天鹅那一场要耗多久？都係話一定要換啲方案有咗呢個教術，但最緊要係點啊？你都覺得喎，你係心大。對於有聲音建議應該增加醫委哎呀，拖到最後一刻。組合話處理投訴已經有一定比例嘅法委員，例如係初步偵訊委員會就由4名醫生、3個調查委員組成。哇，直接放這個三小。我睡他們。
遇到哇，唉，我話試過啲就係你揾呢個專家，揾好耐都揾唔到專家啦，揾呢個專家肯寫，佢又唔會自己俾建立嗰個專家庫啦，專家另外醫療生涯有個實施一種話非緊急次緊急病人，再加上處理他應該會放公音吧？個案14000人，增加去到12萬人。幹你老師他媽的！哦，要死了！幹他直接打後排。看那個風氣真的太北藍了。就算我打到我也秒不掉啊！他血太厚了，媽厚的跟狗一樣。他很硬。對啊。敲不到，敲不到，靠腰嘞，好痛。好痛啊！因為已經準備同你對話，喺腦機感覺到嘅同時就日都比較不過世界我直接生產佢20幾個，至於醫療拉緊長啦，亦都難整成經常俾人同方正配，經醫療嘅報酬，兩者關鍵到兩條上嘅平科技時差太多了。他都唔定義就安全或者作出強調，識別傳媒公開片段，我哋被佢分到。靠！話係咪成出嚟？國民軍事其實有屈難，包括冇有好大影響。特朗普喺白宮話，英國伊朗達成協議嘅最後日期，相信德黑蘭想達成。透露若果美伊無法達成協議，會採取類似突襲毀滅。中東局勢緊張之際，特朗普政府喺1份大規模軍售，其中對以色列軍售即60億78美元，包括收成甲配備火箭炮同先進嘅阿帕奇武裝直升機，3250架後嚟嘅戰術車，以及一支裝甲運兵車嘅獨立裝置，同多架輕型多用直升機。另外對沙拉軍售值90億美元，包括城市總部外嘅射手彈相關組件，以沙特嘅空中同導彈防禦系統，沙特、美國推上聯合兵團就係前無線電視機車嘅差不多都咁。1萬多的血。新野意耶。大陸對人工智能大模型開發商 OpenAI 估達1000億美元，即係大約7800億美元，作為分析智能模型以及提供所需嘅資金，就以採用先進的技術。但華爾街日報星期五報導，喺輝特內部有人提出疑慮後，有關投資計劃陷入停滯，並且話雙方正重新審視關係嘅未來。他們早就被斷多次了。OpenAI 現有融資輪中幾億美元。1000報道又話輝特
檢隨黃仁勳最近幾個月先發緊業界調，本涉款1000億美元嘅協議具約束力且未有最終定案，都曾經私下批評 OpenAI 喺商業模式上缺乏紀律，並且對佢未能出回覆多公司對數據競爭表示擔憂。費納薩星期會話，先喺貨幣上面嚟一直係 OpenAI 首選用戶，期待雙方繼續合作。他們沒有打的。是啊。美元，無線電視記者三報道。跟住我有在嘅前直檢説下，亦都睇動作，都好分別嘅發展。潮流興會唔會發生？有個唔嘅標誌，嘅聲明嘅指單嘅分，時間少會發生一組分析變化，這個要揾咗4蚊買咗4套各28盒，終於抽中人潮大風仔。他們斷了39，輸了1強。對，所以他們打了。还不是人了。業內人士話，4million用攞退費，佢使用咗佢嘅方案。要說嘛，網嘅話要試着啦。因為互相都打不到啊。又是天鵝。哥布林女王。花外封印是了。到即係 X 年宇宙4年的擊敗真職型流浪者。落心嘅一年都發唔到1分鐘就1個彎，另外一份先這還不是，我操！他媽到底多硬啊！不會啊，你秒下面了，你去秒下面了。白色雲嘅拉巴天娜入局快成為優勢，安球打滿18球局，未死。因為天鵝想要秒我啊。投3次，一度10局失手啦，3下間擊分6比4，拍平局數1比1。不進球過程1不失，兩個結一樣，但是邊境嘅時運定，會唔會打分幾時投手？還好我有放引擎。世界第2嘅拉巴天娜係特別高收嘅程度先鋒管皮不摸一下嗎？他剛剛有打，我剛剛有遇到他。我剛剛有打一下。有，我剛剛有遇到你。
地方嘅預測係大致多雲，初時有一份晴雨。部分地區嘅能見度較低，並至市區最低氣溫約13度，駕駛輕3度。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溫約18度，北部至天氣晴。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南風，遠方隨後嘅臨週日朝早部分時間。有啊，现在就是要打。对啊，对啊，我知道。小本穿小熊装，很可爱。那个眼睛有点怪，自眼睛熊。他们没有动了，他们40就不打了。没有，不可能的。要相信自己步行嘅得失，有機會接近自己自己決定。喺人生同財富嘅路上，就算你想好似有心，我哋都可以一步一步走近嘅。對方係啲人全數有實現咗喺呢個路上。对啊，他们还在40，妈到现在都10分钟还在40。真人嘅時佢把生活被搭配啦，跟住有透明質素正確答案，飲食加組織，不是说手不好吧？我们被砍，看天教父，我们好几场打太久。哎，你手也不好啊，这同一只。提摩。看有够硬的，有够硬的。哟，又牵血。没有防御啊，他就死掉了，死掉还在那边。也要排得到啊，可以再2场。看好没了。大家好，我係 K。請問就係發生兩宗縱火小食案，國家就係個法律責任。屯門警方立刻組同嘅直播組拍嘅安查大陸影視嘅，包括部分高發大嘅左定嘅
拉咗兩個植物的壞嘅圖，啊喂， 6歲公布自没时间了，好，搞定。感谢感谢。